廣東北部同埋湖南接壤嘅地方踩單車去過好多次㗎啦，今次試下坐火車一日來回。朝早響西九搭高鐵去深州西站，然後去深州站轉乘綠皮火車去坪石。從地理上嚟講，去到湖南再返去廣東，咁點解要咁樣搭呢？因為當火車從湖南進入廣東嘅時候，會經過著名嘅省界橋。省界橋係以前粵漢鐵路或者舊京港鐵路嘅鐵路橋。上世紀80年代，京港鐵路進行雙軌化，並興建新嘅省界橋。而家坐綠皮火車經過省界，就能夠望到舊省界橋。上次嚟深州站已經係2017年嘅事，當時係嚟搭8629去白石道嘅。即係嗰架唔使錢嗰架綠皮火車，冇冷氣，仲要推開個窗嗰隻咯。時隔差唔多10年，再從由深州站咧，呢度已經起咗個新站房，變成一個現代化新式嘅車站。候車室站房咧就係新起嘅，但係下邊嘅月台咧就冇變，都係10幾年前嗰個樣。平時下了啊！嚟到坪石站落車，兩班火車之間呢就2個鐘頭空檔，於是匆匆去坪石最著名嘅景點金雞嶺。金雞嶺下邊呢就有金雞賓館，金雞賓館入邊呢就有間飯店嘅，嗰啲國營飯店嚟嘅。當年去呢都仲係有啲5點鐘要閂門，即係唔係5點鐘先開門晚飯喎，係5點鐘就閂門個晚飯完㗎啦。所以你最遲4點鐘咧就要去食㗎啦。咁而家未執笠，即係屬於廣東省都非常之越嚟越少嘅國營賓館嚟㗎啦。唯一一間我知道嘅國營賓館就喺陽山咯。咁坪石都算係一個停留咗喺80、90年代嘅城鎮啦。咁呢張壁畫就係新畫嘅，但係都畫翻公用電話嗰個年代啦。依家向金雞嶺進發，有條好長好長嘅樓梯，未望到盡頭喺邊度。嚟到金雞嶺嘅山頂啦，從山腳咧快步行上嚟就大概係15分鐘多少少啦。其實踩單車嚟過坪石幾次㗎啦，但係每一次咧都係掛住去踩單車啊，去睇下附近嘅省界橋啊，咁就反而冇專登上嚟金雞嶺。咁今次咧搭火車嚟咧就專登停一停站，上一上嚟金雞嶺呢度睇下風景啦。咁當地人咧就流傳一個講法嘅，因為隻金雞咧個頭就向住湖南嗰邊，個 pat pat 就向住廣東嘅。咁個講法就係咧，隻雞就食咗湖南嗰邊嘅糧食，然後咧就將啲肥沃嘅屎咧就屙翻啲廣東。咁就解釋咗點解廣東富裕嘅原因，亦都解釋咗點解湖南係相對貧窮啦。咁呢個信不信由你啦。咁但係省界係咪真係呢個位呢？又唔係嘅。省界就係後少少幾公里之外嘅省界橋。
咁剛才搭火車咧就經過㗎啦，可以嗱再睇翻省界橋啦，好快咁樣影一影啦。咁如果想睇得清楚啲，就可以從坪石咧踩單車或者揸車去省界橋。因為幾年前起咧，省界橋連埋粵漢鐵路嘅遺址咧就成為文物保護單位，咁所以咧係起一條路入去嘅，大家可以踩單車啊，甚至揸車去省界橋睇下嘅。咁啊，仲可以穿過嗰幾條隧道咯。咁啊嗱，詳細咧就可以睇翻我寫呢篇文章啦，有文有片嘅。咁當年咧，我喺坪石都畫過一幅畫㗎啦，分享翻俾大家睇下。呢度就係下邊嗰個貨場嘅東風啦。咁呢架東風咧就喺影片而家影住嗰個貨場入邊嘅。而家仲喺唔喺度啊？當然唔知啦，應該都唔喺度㗎啦。行完金雞嶺返去坪石站，繼續搭火車南下。火車一離開坪石就會沿住武崗行駛，窗外會見到舊京港鐵路嘅羅家道站、紅軍道、元朗角隧道等等嘅遺跡。睇完羅家道站、紅軍道、元朗角隧道後，武崗嘅風景就會同你講再見，因為從呢度開始至到下一站樂昌之間，火車大部分嘅時間係響大瑤山隧道入邊行駛。你未必聽過大瑤山，但係大瑤山對你嘅影響，你一定親身經歷過。每當強冷空氣或者寒潮南下時，大瑤山高聳嘅地形就會成為天然屏障，對冷空氣造成嚴重嘅阻擋，令冷空氣響大瑤山北邊，即係湖南嗰邊積聚。呢個就係點解冬季嘅時候，大瑤山北邊嘅湖南會落雪，而南面嘅廣東呢依然相對溫暖。基於同一個原因，大瑤山呢塊天然屏障會將冷空氣集住喺湖南嗰邊。當冷空氣積聚到咁上下高過大瑤山嘅時候，就會好似瀑布咁樣向廣東一瀉而下，形成氣溫突然間急劇下降。所以大家喺香港會耐唔中經歷過氣溫急降5至10度，部分原因就係同大瑤山有關。呢個天然屏障亦都有佢嘅軍事價值。軍事上，如果守得住大瑤山，就代表可以守住北方嚟嘅威脅。因此，大瑤山嘅山腳有一個秘密基地7011。7011係一個同一位已故中共領導人有關嘅秘密基地，依家已經解密，唔再係秘密㗎啦。整段歷史非常之有趣，咁啊記得睇埋呢篇文章啦。大瑤山隧道全長14公里，火車行晒大約需要10幾分鐘。我喺坪石站開車嘅時候叫咗嘅羊肉泡馍就喺隧道中間整好啦，咁我就食嘢先啦。食完羊肉泡馍，火車咧都去到韶關啦。咁我就會喺韶關落車，然後轉高鐵返香港。如果唔落車咧，繼續坐綠皮咧都可以返到深圳嘅，但係咧就真係坐到今晚唔知幾多點，所以咧呢啲叫玩過坐過就算啦，都係坐返高鐵快啲嘅。最後考考大家，點解要從湖南深州搭去廣東，調返轉頭搭得唔得呢？答案同埋今集旅程嘅詳盡介紹都喺我網站嘅文章入邊。睇完影片記得唔好錯過。咁啊，今集到呢度，下次旅程再見。